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喺農曆新年之後去到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同埋鹽田港進行咗調研，並且同特區政府官員進行接近4個小時嘅座談會，反映中央對香港嘅發展係非常之上心。夏主任喺座談會上邊，除咗肯定特區政府工作之外，更加表達希望特區政府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重要講話同埋中共20屆三中全會嘅精神，繼續勇於改革、敢於破局、不斷創新，同粵港澳大灣區更多互惠合作、聯動發展。事實上，為咗幫香港尋找可行嘅發展路徑，特區政府各個政策局一直都係盡己所能為香港籌謀。北都係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嘅前線陣地，為發展優勢產業提供土地。咁預計未來10年可以提供大概1700公頃熟地，其中已施工嘅新發展區，未來5年就預計可以產出大概570公頃嘅熟地。北都之外，河套香港園區同樣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嘅重要體現。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積極發展河套香港園區。除咗投放更多資源，並且結合市場力量，政府更加積極考慮喺政策上拆牆鬆綁，務求早日將河套合作區打造成為國家科技創新嘅橋頭堡。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就要發揮香港高度國際化嘅特點同埋優勢。就住航空範疇嚟講，三跑系統大大提升咗香港機場嘅運力。機管局今年之內亦都會將位於大灣區嘅候機樓增加去到30個，同時優化來往大灣區9個口岸同機場嘅快船服務，藉以更充分發揮連接大灣區同埋世界各地嘅雙門戶角色。特區政府亦都會利用自身優勢協助國產大型民航機 C919喺國際舞台發光發亮。特區政府亦都一直引領商貿業界變革求新，例如積極協助業界把握電子商貿嘅發展，識變、應變、求變，進行升級轉型，為香港經濟發展帶嚟更多可能。此外，香港要做好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積極構建國際黃金交易中心，修例令到外地公司遷冊香港更加簡便。同埋促進兩地金融市場共同發展，呢啲都係香港加快改革促興同埋進一步加強粵港合作嘅重要措施。香港亦都要落實無處不旅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喺香港旅遊發展藍圖2.0提出咗多項嘅建議，開發同埋善用香港豐富嘅旅遊資源。再加上啟德體育園正式啟用，勢必可以吸引大量境內外觀眾到訪，令到香港丁財兩旺。世界正值100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國家視打壓香港係壓制國家崛起同埋發展嘅方法，香港唯有做到識變、應變、求變，以勇於改革、敢於破局、不斷創新嘅精神去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先至可以令到經濟持續增長同埋發展。特區政府喺唔同嘅政策範疇已經展示出改革、破局同埋創新嘅決心，社會各界亦都要攜手合作，令到香港突破發展嘅桎梏，邁步前進，再創高峰。